后来即摆纳入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已经确定了，所落来副手的人选就真受注目。要争取连任的蔡总统会找谁来做副手呢？除了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、现任的副总统陈建仁之外，最近伫美国参访的桃园市长郑文灿呼声嘛真悬。也毋过郑文灿嘛是现任的市长，到时阵若是代职参选，安尼恐惊就真歹对付，嘛是代职参选的韩国瑜咯。蔡总统伫纽约受访，桃园市长郑文灿就徛伫边啊。郑文灿嘛表示讲有肯定对总统做伙行，副手人选郑文灿的呼声愈来愈大。市长的角色做好，那把桃园的工作做好。以目前蔡总统所开出来副手条件，社会支持、党的团结、未来胜选。郑文灿符合派系整合，桃园市长稳定连任，有一定支持度。不过，敢若市长身份代职参选，恐惊要攀过社会支持这关。我说，如果是这样合的时候，就是说你要打韩国瑜就比较难打了啦。第二个就是说，哈，即使赢的时候，这个接班的是不是能那么顺啦？另外，进前外界期待蔡英文甲赖清德。赖清德个人秘书1个月无更新，公开场所无露面，甚至传出已经出国，准备要点一段时间。如果说蔡赖配没有顺利的话，那陈建仁副总统，事实上他也是形象很好，相当称职。对水的防会比较防啊。我如果觉得他很防苏贞昌的时候，就苏贞昌去当副总统啦，苏家全做行政院长。4当前，蔡英文选择陈建仁为2016大选加分。这回蔡英文开出来副手条件，社会支持、党的团结、未来胜选，在连任挑战扩大之余加分以外，人扣分，无定嘛是关键之一。